观众朋友，家家放起来啦！今天的节目要开始了啦吼！你下呢，俺的这个五指山的个山带下了哦。五指山之前俺的后背了，可以修改一下。大拇指，然后食指、中指，还有无名指跟小指。个食指啊吼，还有大拇指两片呢，只系俺个白蹼，各行各业啊吼，做得到妙丽的那位难中，没错，请你会，还有那个中指、无名指，还有个小指啊吼，各行各业系那片。竹筒。因为啊，俺呢爱请个骨头，乜个名呢？番薯骨头。番薯骨头，马上引亲术士呢，只系俺呢，然后世世代代带到两片呢，用太过。今日从古到到今，爱收集嘅骨头，就係位在新竹五指山地背嘅番薯骨头。五指山係雪山山脉嘅指北，因為五粒山峰呢相連向下，形體當像人嘅五級數字公呢，就按樣得名嘅。五指山係北埔鄉、竹東鎮、老五峰鄉交界嘅山，帶到山腳下嘅養蜂人。就會靠五指山地背嘅番薯骨頭，育大世世代代嘅子孫哦。故事清楚，將聽藝豆慢慢嚟講俾大家嚟聽。小戴，哎呦，阿 Ken，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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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歡迎，歡迎，好，按時聲咧，嗬，你等請叫嘛？唔會啦，上點鐘嚟。哎呦，排聲咧，我談講啊，嗬，你下嗬，後背眼咧即五指山咧，係嘛？談講兩位有聽到一個歷史故事哦。你看你喺要埋咁講嘛？看到你一邊啊？等下，雖然講啊，吼，個草啊，吼，還有樹啊，吼，還有空靈啊，吼，依稀感覺到底部有一條路呢。你喺只回首啊，哈，看起冇乜東西啦，但是一百年前哈，也非常的出名哦。啊，家下係日本人都統治了只西台啦，哈。愛講三用題啦，啊，當日哈，這個大家聊天啦，家吼，這個九月個九廣風吼，浪滾到喲，非常的大啦，啊。所以我阿公啊，哈，我阿公啊，你講哈，你啊，你係只偏鋒好冇啦？偏鋒，地鋒係偏鋒，cái地鋒啊，cái阿母講好啦，cái朝鮮哦就開始聽通咯，三兄弟哦，日本機嚟個吞啦，哈，經過10年的努力啦，所以只五指山是吞好咧。啊，呢個五指山嘅先是安樂啦，哈，為到啊，新夢兩個祖先哈，所以呢是三張苗，我祖先呢咪呢，左卷，用左卷，用盤古，然後用玉芳，所以今天五指山呢有三隻大苗哈，玉芳用盤古苗，啊，這個盤古該種嘅左卷湯哈，是咁樣類啦。村長實在好講實話。佢講嘅呢，就係北埔菜地五指山嘅神話傳說。村長家有講到左卷堂，係五指山山峰最有名嘅百年古廟之一。留記到楊木沒有清晨嘅演員。不過呢，我哋先嚟聽村長講另外一段故事，就係記到佢嘅微所，是發生轟動全台灣嘅北埔事件。1806年前啦，哈，這種兩大係日本人統治嘅，啊，因為日本人高壓政策啦，啊，來統治啊，你本地人啦，哈，對日本人當反感啦。當時呢，年初面這個五指山山背，只經過五指山嘅番薯古道啊，講到番薯古道應該簽矮路太啦，矮路太喺雷方啦，哈，經過了叫話好下到了經過了。你等我叫北段架。哦，原來我頭前看到嘅空嘅嘅道路啊，吼，即係嘅北段架。冇錯，而家年初面的山黨，韓國呢本地嘅，我哋祖先啊有啦，哈，就就聯合嚟到日本人交替啦。因為當時啊，你非常鬧緊日本人啦，台人誰只看到日本人是屈機啊，在欺退啦，所以唯有無指背嘅情況之為，你鬧唔叫。大平學堂係西歐的欺退的啦，日本西歐啦，所有看到日本人欺退，撈佢欺退啦。2月之後，日本人倒轉咗嘅，啊，他就報復行為，大兵壓陣。本來啊，佢要去所有北部嘅大小全部交替啦，啊，所以家有家這個北埔工學堂，就是家北埔國小啊，講這校長啊，副員日本人啊，出來講公道話，他說馬沙企業，就是請馬沙船長一樣啊。參與啲事件，然後差不多200沙將佢留佢報復欺退啊。也就係1907年發生嘅抗日北埔事件。村長講，
当年带到五指山山背嘅水下族人，就会顺着番薯古道来到北埔嘅。而番薯古道呢，也就係吉福卡來往五峰鄉唯一嘅通道。我哋我見普遍嘅當年，嘟好嘟到做卷堂1年100嘅大熱咧，全城嘅信徒全部趕來一片參拜，實在係鬧熱。我那個做卷牙吼，安尼休長人啊，可能無親屬師啊，你做咧同嘅做卷牙吼，同埋做依家手機好嘛？哦，做卷牙喺做下要擺嗰啲先，全城那個信徒半夜初3會到你大概擺平安，擺平安，擺要穿錢啦。哦，穿錢嘛，做得，愛用講起來啊，係咪個廚師啊，吼一定會來拜。那當然啦，個天的啊，個天的吼，啊，個用家吼，然後個做卷牙，你話老廟啊，吼，有冇個密切的關係嘛？哦，那樣，做卷筒哈，是在民國前有一張人按到中清泉居士，他指點第二張為首按到中臨集穴。佢是楊木神先生，就特別去建廟來供奉趙君爺，哦，做嘅人，而是會堂嘅堂主啦。因為楊文軒呢，就係村長楊文國嘅老太，佢講啊，原本堂主都係世襲制嘅，兩面做卷也希冀之事，佢用疊高嘅方式來結天，佢嘅阿公、老叔公都做過助理。今年分家爸來接應，也就係基本嘅主枝幹。除咗做卷筒以外，呢邊還有一間100年嘅觀音寺，而2間100年嘅古廟，講下守護的五指山嘅居民。觀音寺啊，要清理啊，因為五指山當中哦，能夠上100年完容易啊，經過按多下觀音呢，建立咗基礎，所以兩從目前xác認因為劉家坤佢擺。後個休坤火啊，休坤火最大石啊，劉家坤啊，係漫畫大師劉心金家爸。哦，佢畫嘅漫畫，嘅大神婆阿三哥，佢做啊家爸，嗰陣時也是慢慢的建立好了，更規範，更傳下來，寺廟啦，一山啦，哦，走緊來，那你五指山嘅當過啊，你會覺得大灘呀，你個沙灘啊 ，OK，係要沙灘啊，條路嘅，所以你變形講。生態嘅鋪頭咧，有長就留下來，有石灰啦，有一線電啦，能夠一線電嘅嗬，但是如果你會好動嗬，我前期我衝眼太久嗬，行摩托行卡路啊嘛，有機會嚟行去掉一整年，但嗰陣時哦開番薯嗬，開沙灘就會見過喺度。縱觀市家下講到嘅鋪頭，也就係後通鋪頭，就係我哋夜市節目嘅另外一個主角。老楊伯、老番薯骨頭沒有密切嘅關係，不過呢，我喺骨頭之前，仲要先補充體力啦。開春堂嘅村長呢，我用佢得嗰種嘅素魯菜，也就係菜脯卵嚟招待大家好。常講我而家菜脯卵啊，吼，親家就做得上桌式咧，係冇？1分鐘啊！1分鐘就攀完啦。哎呦，因為按梨花啊，迄個乜個料很特別，係冇？這五指山哦，土雞當火啦，原來嘛仲係金雞火啊，就是螺片的啦。自家切，自家洗澡之後哦，就那個用來按肚伊，用來時間哈，拿出來啊，洗了，啊，切了，炒之前啊哈，就煸香，跟菜脯卵好香，就愛睇下就效果煸下啦。哎呦，按簡單，按接看到嘅菜脯卵做得得獎。我上一個村長嘅料理手法變咗無簡單哦。村長講呢，加嘅1分鐘係對落幕等開始算嘅，其他嘅準備過程呢，做唔得算啲時間地位啦。觀眾朋友，計時開始。這樣就是一盤，啊，這樣一盤。哦。這樣一盤的時間哈，你看莫震動，你看表順頭，兩邊表順頭，啊，你散開來。中間吼莫俾人噴啦，你散開來吼，你散開來俾吞痛，啊俾吞痛啊吼，啊差唔多嘅時間吼，切過來用啦吼。再對啊，好，啊因為是蓋吼，拆地或者蓋鏈啦吼。OK，好，啊，這樣差不多就走得嘞。
哎呦，这是错的。啊，刚差不多1分钟啊，现在56秒。56秒，你终于要上好了啊！哇，要食嘛！哇，敢要停通机，敢要停通，金黄色要停通，那个会呼吸呢哦。唔知大家家下有记下来村庄嘅料理手法冇？重点係要留地中嘅卵汁淋到順香氣，咁樣菜脯卵呢，就會又滑又嫩，熟到嘟嘟好。接觸睇村莊嘅群體過後，撒下來，一揾村莊嘅阿妹上床料。養父四代呢，都喺五指山耕種，也幾乎卡種嘅新產品啊，已經變做五指山最有名嘅特產料。有從古到到今，俺迄個孫悟空啊，你下俺呢是個五指山帶下嚟啊，基本嘢吼，俺咧去過馬街東西，過江嘛，過江嘛，係冇？你中國江嘛東江，東江啊，東江。呵呵，實在係清等一下有時行嘅楊阿婆，養父嘅姜麻園呢，就位在五指山嘅山腳下。因為氣候土質同適合，幾年前楊阿婆就留先生2-3年，開始退休後嘅種薑麻嘅人生。個今年種嘅薑麻，個2樣半兩，係拿去賣啊，得3樣大第一名。第二還有很多筆筒樹，也叫做蛇木。哎，對，哎，是，哎，有學問哦。厲害，還是離岸有力。所以把那筆筒樹吼，這都一種病啦，這種病會傳染。所以講，人家佢把那個筆筒樹吼，有可能全部會死的。哎呦，會絕種的意思。有可能。個今年種嘅薑麻，個2樣半兩，係拿去賣啊，得3樣大第一名。很漂亮，青苔條，又長又長。哎，薑麻種又好，又黃肉啊。黃肉嘅薑麻一定好。養父嘅薑麻園範圍未清太，就也係熱門嘅講法，算係有機小農。因為根本日都學到做薑牙嘅生意，去山上拜牙嘅信徒千多。故說楊阿婆呢，趕緊去賣薑麻，利用當期嘅時節賣一個好價值。用咩老薑還有個嫩薑，我咪送去鄉下。你去年種啊？今年有3個節。係按用送的啦，按用真奶地杯啦。那蛋糕這幾個葉的，係啦，光老葉。家園老阿琴都係從細啲都市態嘅小朋友，但將食過薑麻天天，冇看過上啲奶地杯嘅薑麻。根本日啦，所以本伎倆啥太開眼界了。而家老薑按樣嗌出拿去賣呀？賣老奶托槍，奶托槍又是拿去賣。哇，觀眾朋友，你還愛買這兩片呢啊？對哦。你看，好小，那鬼片呢？那還老薑。老薑，我們的本地種的薑啊，哈，有香味，有薑的味道。用不按用，因奶本地奶受長，種受長，這個種是很好。唔講嘅黃色嘅薑麻，黃薑係嘛？嘅1萬塊啦，黃色。黃薑你8塊嚟看，那小黃看，好黃黃，哎呀，黃肉啊，好黃肉肉，你看。哦，這叫底杯愛用哦。你都係用黃愛，用到黃肉。哦。哎啦，用到黃肉嘅薑麻。啊，那嫩薑麻係黃色。係咩黃色？唔用就咩黃色。好，比較一下，你看嘅老薑麻吼，較薄。哦，嫩薑就冇按薄。呢下呢，就是試一下嘛。好的。眼看鹹黃冇啦，緊用啦。鹹黃哦。呢下片啊，嗬，唔係嗌嘅，係阿琴嘅。哦，哦，要好咧。等下，哦，各一片。來，阿琴，1、2、3，來。要香嘛？有。當香啊，薑麻當好食啊。好辣，好辣要香。呀，嗡嗡嚟嗡喐嚟，做得做街薑麻糖啦。哦，最好最好。最好誒。最好。前幾日啊，非常好。我看청係自家蓋嗬，跟老薑條啊。老薑條。拿來嗬。還有。泡腳。過一片一片按用泡。係啊，泡小水。係泡小水，就來泡，泡好就睡覺。哦，身體最健康。你下去問一下咧，楊婆婆你幾多歲啊？你下。唔係啊。誒。
所以是也冇马几辈嘞。哎呦，很急嘛！我觉得我年年18岁。18岁啊？对啊。因不用嘛，因不然后有是狗嘛，还有跑狗啦。对啦。实在係等一下嘅阿婆呢，呢條最遲嘅姜嘛，等你下楊阿婆呢，就會拿去做卷同幾片擺攤嚟賣了。今日就基本嘅古土體驗呢，你可以聽聽開始了。一下就有請楊文軒來帶路了。稀土這兩片嘞啊，吼，你嘅肉腐是哪一片啊？哦，我肉腐這倆。哦，嘿，倆油發倆條，吃同多倆3檔狗啊，倆條路你做得同來小嘅講。路條擺，我把我熟嘅了吼，而愛尋較平嘅土地啊來種番薯。五指山頭前啊，倆從較起。後背呢，五指山咧後背跟五房鄉，它較平，啊跟它多奶來種番薯，所以故說吼，老人家其實會出倆吼，行倆條路，幾多種子多，然後10次種田吼，俾落嚟過去，山落過去，哇，古土倆吼，倆片算。被鋪掉，倆片是算竹東鎮，竹東鎮。倆後背是五峰，哦，盤過去，故說你嘅用家路條擺，去前嘅平嘅地方種番薯，去開過去啊。係啊。哇，你睇觀眾朋友做嚟看一下，吼，眼個後背你看，你喺大嘅地方啊，吼，這個山啦，吼，用家呢，沿路條擺啊，吼，去種番薯，這哎呦。盤過去啊，行了清等一個山路啊，和古土，盤過去幾片啊，幾片就是較平的地方嘛，吼，不做就做嚟種番薯，種了番薯，有番薯以後呢，要用辦？係上來啊，手省一擔，下租一擔。哇塞，哎呦啊！係啦，今日愛燒嘅番薯古土，就係楊福人，還有五指山嘅先民，開過五指山到對面嘅五峰鄉種番薯、開番薯。學歸家人嘅農作重要嘅套路。喺上山之前呢，楊文軒還係為我哋燒嘅一種特別嘅植物，一種植物呢，喺五指山特別嘅多。呢下呢，你會同人哋燒嘅乜嘢？哦，兩條很多筆筒樹，也叫做蛇木。蛇木啊，係傘。哎，對，哎，是，哎，有學問哦。厲害，還是第按用力哦，另外一個筆筒樹啊，吼，筆筒樹有乜嘢特色、特別的地方？那個母竹啊，哈。另外你看有很多毛，有毛，這是它的特色。還有你看到啊，這條你看細細的有毛，台灣的筆筒樹哈，這都一種病啊，這種病它會傳染，所以講人家台灣那個筆筒樹哈，有可能全部會死的。哎呦，會絕種嘅有可能。筆筒樹喺國際上係保育類嘅植物，唔過喺台灣呢，算係直接看到嘅樹種，雖然冇那樣保育類，唔過呢，就係禁止亂倒。楊文軒講。啲頭擺還做得到嘅年代，筆筒樹咪係五指山嘅居民重要嘅經濟來源。我把我熟嘅料嗬，記下來種磨蟹啦。我哋啊，好似看嘅蘭花嘅時節啊，嗬，嘅蘭花帶下嘅糊糊啊，一細條編織出來嘅底座。對，你了解？啊好，呢是其中一種，這個叫是蛇木，那會種很多沙羅。或是台灣沙羅，有兩種啊，但是我們都不會把它分得很清楚。那我們會把老係講兩係很多太好嘅路基嘅，跟沙羅很多細好嘅路基嘅。啊，那你兩種還有嘛個特別冇用樣啊？呀，看來好，蛇木青扎的，扎木，青秧，青蟲，啊青蟲，哎對，青蟲啊。但是沙羅呢比較蓬鬆，因為對山檔愛開鑽機吼，青蟲嘛，葉冇開冇嘅啦，所以後背用細號去種啦。喺民國60年到70年之間，市場上實行種蘭花嘅風氣。五指山嘅居民呢，就拿山鄉萬乃出嘅蘆基來種摸海蘭，大家呢都發財嘅。楊文軒基本上係當搶出家屬，重現當年五指山鐵油產業嘅經典畫面。哦，你好，阿兄吧，眼看啊，你那隻雞啊，真摸海啦，你買蘆基係嘛？係啊，那你先聽一下，你同我講一下，你看你喺眼睇擺看到哈蘆基，哎用基下來，那底部中間係乜嘢啊？
这种的心的。给心嘛。伊个乳鸡心哦。嘿。它因为那个黑讲养伤其实是呀是磨牙顺头啊，进肉进多年哈，其实会长才会长这个外面这个毛啊。毛。这样会长了的毛啊，很嫩嫩的毛啊，唔会长了。细条哦。牙齿两牙齿可以讲呀，你下来哈，牙齿下来哈。嘿。伊也是吼，是滴个零零啦。你啊看起来吼，青苔期啊，你啊上到几多年啦？15年。15年，我按台条15年了哈。哇，这一点点而已。它是刚开始小长的时候比较小，越来越大，所以这到后面像这个上面的都没有用了，就不要了，那就没有这个它。那种螃蟹咱都是要用这个顺条啊，顺条的卤鸡中间的心嘿硬的啦哈，故说了薯条啊哈，原本用板上呢是按用，是按胎，就是这样，对，嘿，没有错，韧皮布，哇塞，厉害哦，好，然后它就一直在外面长这些小的卤鸡啦哈，这一只一只的。由内而外，所以它的这个树心是按胎零零的，还有外面啊，那卤鸡很神奇哦，做得按用剥下来呢哈，松松的哈。阿爸，你啊吼用要上到按用松松啊，你啊用板要按用啊？它是新上的哈，新上的是松松，都地不多年代还是这个硬，会扎硬。让上的。让我们让上啊全部松松啊，我个基本拗了，像拗么团了，轻硬的哦，轻硬的吼，十步的，轻硬的呢。嘿，不说你早做呢做魔海兰嘛，做得啦。大家莫误会哦，一个卤鸡呢，喺阿吉叔头摆留下来嘅，唔係压下多嘅哦。阿吉叔講啊，多下來嘅卤雞呢，係可以經過整修，才有法度拿去種魔海蘭。哎呦，阿健有看到冇？你啊浪的啦，真紧 smooth 嘞哈。那真紧新疆嘅复活岛石像有看过吗？复活岛讲该。嘿，嘅毛爱石像啊，你看不用说蛋糕哎。阿爸有抢冇？还有起咧呢。摸啊拿下落。摸啊拿下落啊。两枪哈。哎呦啊，顶着哎树拿下来，哎冇办法啦。哎。等下咧有树枝娘都挑那么嘞，阿爸用板然后你会老给按用秀一下。刚我会松松哦，种比较该种让上好嘅，上个好唔会上啊，松嘛，是嘛？松很当脚走嘛，水分只要吸收水分咩嘛。所以该摸手睇啦，种系先知啦咁。难滴嘞，你啊片啊吼，不用做蛋糕，按用观众朋友一坤之底嘞，你看，要蛋糕还冇收过的啊吼，你看，按用一步就下来嘞啊吼。要种嘢个是生长力都冇按跳。简单来讲呢，卤鸡嘅外层轻松。唔但將冇按蓋同魔海蘭嘅件表定，魔海蘭所需嘅水分俾冇按蓋留下來。整修好嘅爐基，連攞杯大嘅孔，等等留一些隻嘅魔海蘭嘅葉嘅成一批，韓國我用杉樹嘅件留佢固定，按用魔海蘭將做得成裝哦。哇塞，阿慶，你下吼真緊哦，從古到到今客家年金子這片咧，你下吼這眼那個杉樹有冇？哎呦，歹勢咧，杉樹啦吼，佢原本啊吼上到那一片咧，你看你這眼那個爐基啊吼，佢按用貴基嘅嘛吼，佢就上到按用啵，上到蛋糕，嘿，搭上去按用啊吼，故說咧，你看眼連就用了杉樹嘅根嘛吼，保水嘅東西啦吼，就按用塞到了空地杯吼。按用哈，以这个螃蟹兰就一只清厚的環境啦哈，就按用做點慢慢上，要塗啲甜點的東西呢哈，好不好？冇錯啦哈。好，顧到了吼，我哋同你種好嘅啊，有種好嘅貴片嘅蘭花做得款冇？有啊，有醬嘅冇？我小一款青醬、鐵醬嘅，是哪一片啊？我了解一下。來哇，這很好，這就來了啊！噔噔噔噔噔噔，哇，阿爸你真醬呢，加眼一隻好嘛？哎呦，你好，扣押阿 Kim 嚟啊哈，阿 Kim，
是掠伫本昆都嘛改。从古高都钱的钱，嘛改钱。年的钱，嘿，掠系鲈鱼，嗯鱼嘛，嗯，然后去捞掠毛海兰，插落去，然后来捞掠山苏，搭落去，营造该天然的环境，带船木卡鱼，是种上捞该贵家大自然带船鱼的感觉。这望75岁嘅阿吉叔为我哋做嘅示范。阿吉叔讲呢，以下嘅鲈鱼做唔得多了，佢咪清久冇按样种嘅。今日我哋来一片薄片呢，来做我哋记录，老人家真欢喜。好，下来呢，我哋要正式来体验番薯骨头了。唐公啊吼，掠片啊吼，是用夹啊吼，肉条摆是开番薯的路啊，嘿冇？阿叔，等一下啦。用个蓝呀，足好的蓝。你看你那种的抽豆，你嘛，抽豆要空香香。啊，真紧的吼。那是凉的。凉啦。全部按水果的，我爸爸讲吼，佢从清皮的味素有无？用个酥的有啊，做台的啦。做台的呢？嘿啦，做个酥台的下啦。掠片啊吼，是用夹啊吼，肉条摆是开番薯的路啊，嘿冇？阿叔，等一下啦，一直喊，掠山豆、掠海芒的开番薯，这个是新做的，新做的。哦，伊肉条摆洗好的时间啊吼，有开番薯嘛？哎呦，我开多嘞！一年开3年了。3年。cái bối hông này cái chọn gì hẳn hữu gian này 1年然后几久的时间？cái giờ điểm là điểm半钟时间是到，cái唔了行嚟講查3點鐘樣。哎呦，真紧呢，你行已經無按尾行吼。cái咩好條啊又。楊文軒啲順康補充講，台北大家開2年已經真厲害嘅，阿吉叔竟然做得開到3年，佢嘅體力啦算係一定嘅好。番薯骨頭嘅起點呢，也已經變做新秀嘅後通鋪頭。阿吉叔講，向上背行就做得看到已經放鐵嘅老骨頭嘅。耶！你下眼好朋友請到咧啊！乜嘅朋友？笑嘅啦！啊，你喺講嘅係買啊？唔甜呢，佢只講唔甜呢。阿叔佢喺講嘅係買。而家冇聽到啦，叫啦，佢講係講嘅啦。啊，要買喺講嘅，要買甜。講嘅咧，講咁多咧，幾年漲路嘅，買講貴唔咁多咧。講貴啦吼，好啊，你下眼了好咧。阿大哥，眼睛嘅目的地是哪一片啊？有看到嘛？啊，有下往河洞。你河洞。好，好朋友哈。看眼好朋友啊。哦，這個係啊。五指山下誒，有誒。後通就係我哋根本嘅目的地，第幾片就做得看到番薯骨頭嘅路路誒。阿吉叔講啊。一刻早就冇人種番薯，番薯骨頭也就冇人行了。一條新嘅步道係啲民國100年嘅時節，楊文國村長申請興建嘅喲。而老阿吉叔沒有親密切嘅關係呢。你下會下家咧，係冇阿叔？我哋下家真定呢。係啊，真定咯。係啊，還有你下好咧，橋都你做好咧啊，做到真完善咧，嚇。阿媽啥做呀？那橋？三山國家風景區。哦，風景區啊。我講迄時節啊，吼，迄馬啥人啊，吼，突擊了來那片魁山檔啊。那時候就是楊文國做村長嘛。做村長他是叫我來先砍一個路，因為添條路唔幾耐嘛，佢三山觀光區嚟看到做得樣樹湯嘛。哇！所以你係路東一塊啊。唔係挨佢，係挨挑係挨拍嚟。哦，挑係開路先鋒啦。啊，開路先鋒。冇錯。哦，阿吉叔原來係隨成後通鋪頭嘅太公神咯。楊文軒講呢，當年愛平村嘅村民都希望做得興建鋪頭，
本大家都做得欣赏到五指山嘅美景。不过呢，番薯骨头路径加轻快下，故son将重新来规划路线，选择较好行嘅路段来行建葡萄。阿叔啊，条件很大啊！继续是俩呗，俩去呀。很强哎，哦，山洞哎，这个是小活动啊。小活动哎，阿叔啊，那蕊都小活动，你会做嘛干啊？我要当猴子。你要当猴子哎不？对，哎呦，不会嘿嘛？那不会啊？哇，阿叔啊，鸦片然后经营别有洞天呢哈。你看那蛋糕啊，哦 ，people，哦，哎，你阿飞蛋糕看起来迄个沙条吼跌下来啊吼，变成一座小山洞啊，哎呦。等一下，你过那个一线天才是真正的秘籍，奥妙。你看哦，那好杯啊吼，土地这个开沙条啊吼跌下来的时节啊吼，卡到鸦片，古时候呢变在个小的山洞，条件然后俺那个访问的时节还个people 啊，很多 people 哦，我那 people 哎。开 people 啊，后给不卡扣点是这样底杯哦，手机亮灯，小心哦，摄影师小心。哦有哎，有一支掉到这边 ，people 是挺同哎，哦哟，去洗面嘿嘛，哇，冇想到哦，这个小活动底杯还有个 people 带 AT 风呢，哇，像有 people 还是有比较的新闻呢哈，对啊 people 讲的新闻呢，对有好处啊，有那蝙蝠有很有好处。哎，阿叔啊，问你哦吼。哎呦，有 people 的体风啊，吼，迄代表讲俩在给天然环境自然清透的意思，无破坏，对吗？你不好给 people 洗面嘛？你好一下。那跟你样来哦，你是万事通。洗面安用啊？有枪吗？有枪。有电一下吗？有嘛？有啦哦，阿庆好一下。哇塞，飞来飞去呢。对啊，那你这两位凤分的时节跟 people 然后就进出哎哈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嘿嘛。不要打扰他。哦，然后对，讲一下呢。对，不要打扰他。不要打扰他啦，嘿啊，我说安永讲啊哈。好，来就好哦。哇，大发现。是开发番薯的步道是两位上啊，两条路了。是两条摆是开番薯的路是两条路上。哈一样哎，哇塞，那很做得行嘛啊！来探险一下，阿叔来啊，听下行，哦，哇塞，生意，那边去啊，哦。这个店改到上哦，哎，改下去改清气啊，改就那个马路那里哈，刚刚摸下撞落过来了，是改到那上。哇，顾说你看俩按等的骨头啊哈，你的这时间啊哈，还有开番薯，很苗条，对啊，真难行呢，对吧？对啊，那糖改无阿叫哦，改田影啊，糖豆改无阿叫，木桶用东升机这两片糖豆的乌鸦，还有乌鸦叫远不能有，改金上啊，啊，你糖豆的嘛个？那是按叫做按金木桶用来用，哎呀啊，差不多是这样的。大家有看到冇？一条也做得已经磨损的路的番薯骨头色彩很佳，做得讲来到90度的角度，实在真难想象当初先民很样板开垦番薯行一条山路嘅。就地去过一条清洁的石台牌过后，根本的目的地也就到了。冇错啊，观众朋友，俩下吼，只系俺哋从古到到今的个精神传达的时间咧啦吼，因为俺哋然后青草坡嘅骨头嘛吼，俺哋咧会留给看唔到的骨头呢，我去请出来。俩下呢，哇，根本真欢喜啊！两位杨大哥呢，吼，同俺哋呢看到咧，啦后背之间俺哋嘅番薯骨头啦，吼，哇，你看同地的个野鹿诶，吼，马萨奎即家举手。
自己走出来的路也没有开，就是能走就一直这样走，一直走到久就变路了。哎呦，路子那边呢，是你就给我带下嘞？就在这以上啊，就在这以上。哇塞，哎，杨大哥，就是等一下，刚刚那里从这里沿来这里这样就这样上。这很容易。位置哈，53，你俩是差不多在俩啦。这个上是都中指然后食指中间，那个拉个，俩有一张地图啦，哎，有没有？你俩是这俩。活动那边，活动会都俩。哦，这样子很容易啦，哈。古种眼呢，资料会不会看到会这两条路？啊，开番薯啊，吼，开到活动啊，吼，做得做乜解嘛？这结婚啦。我这两天做得结婚啦。对，结婚啦。咁我缝加活动缝加缝当大。一条线用嘛，东方都嘅缝就會關落去哦。所以講以前遇到開番薯都中亮，而家吹風啊，涼一下啦。你這個開番薯係咩槍咧？要拖人呀，全部用個籃呀，竹開籃。梗係那時候我們在挑豆的嘛，挑豆要空香香的。啊，真嘅呢，嗬。是薑的，薑啦。這個按菜糕的，我爸爸講嗬，佢從前期嘅為數要用嘅樹嘅用啊，做台嘅啦。做台嘅呢？嗱，做個樹台嘅塔啦。下上去。開番薯是下嘛，你是想看咧？開番薯下個樹嘅台嘅，結婚危險咧。用藍菜藍哦，美國用台是台再拆嘅飯都啊飯下來，係唔會了的。梗係用菜藍，乜講嘛啊，然後就叫剁下都好，就是放落去嘅。好，觀眾朋友，呢下呢小袋，還有。冇黑嘛，哎，難食呢哈！小蛋眼呢是送去 K 邊是底咧，然後個下家時間，然後有進來。啊，你會聽眼醫哦？哇塞！哦，還有卡棒拿好嘞，阿健，這下子搞不你了哈。你開咩？哦，嘿哦，哦，開呀吼，試呀一個開東西行路誒。我冇開。那拆用就拆開，我唔開啊！哎呦，喂，可能唔是啦，可能唔是啦。哎，我拆用就拆開，我唔開啦，洋槍啊！洋槍的嘛，哇，哎，上架都真難的哦。無累啊，吼，是唔像遐比很強誒，有一點點縫，還清涼的縫哦，很強誒。哇，哦，條線啊，吼，行個流動啊，吼。給細條啊，吼，夾胸下吼，給壓迫感啊，吼，非常的重，呀吼，很多骨頭，真嘅有吃到可以用誒。哇，哎，上架都真難的哦。這是頭髮骨頭啊，這頭髮是這樣行啊，這小心哦！觀眾朋友，你下吼，這眼從骨高度近啊吼，北埔呢外片啊吼，啊新北嘅番薯骨頭啊，這兩條咧。這條路嘅路面又濕又滑，草生到滿嚟就係，韓國有凍架。亦做得講係我哋體驗過嘅骨頭當中難度最高嘅一條。大家一下看到唔係千文天嘅畫面，既然為拖延，用嘅兩隻手再加兩隻腳喺天內向爬，真睇得到阿結束嘅腳步呢。呵呵，骨頭當中嘅番薯小王子啊，真係唔係假喲。先看來，觀眾朋友，你啊吼，輕重要時間啊吼，這眼能會翻嘅字傘啊吼，食指還有中指啊吼，要在辣嘅地方，這些顏料啊，手掌嘅地方啊，條線啊，地圖嘛有看到，會多了，會多了，好，格格送去啊，哇，哦，
亚黑矮啊吼，主持宠物高斗锦哦，最艰难的挑战嘞呀，最艰难。哎呀，这哇，攀岩了啦！哦，第二篇嘛，做的分享一张给登山小常识，像我们攀岩呐哈，这个等级呢是从这个8开始，8.1、8.2、8.3。那我们前面呢？这个呢，现在这样子看到的道路啊，哈，是属于我们登山分类里面的第6级，对，就是需要用一点点手，但是呢，不需要做一些确保的动作。第5级的。好了，现在地瓜是番薯开出来了，来叫了。来转起来啊！来叫你了。蛋糕有产水啊？没呀，卤本的了。本的了。对啊。卤本的了，上唔得了，会转起了。好啊，你还做得试一下给开番薯下家。有冇番薯我开的？好，应该我要转身哦。小心哦，这石头都一直崩下去哦。哎，这其实拍摄已经有点困难了哎。好，哎呦，哇，哎。那有可能开番薯啊？卡，冇可能。听见冇？哦，阿爸是，游泳嘛嘛？唔怕啦，我该用来的是。哦，你有做爽吗？我就当一个人稳固啦。你很好啊。对啊。哇，谢谢。真见我亲身行一年，上第一头摆两片嘅鲜面又极辛苦啦。呢度山川，呢度求一啲细细嘅体积来种番薯。明日要行安阳做得讲已經90度嘅路線，尤其係阿杰叔，一日要來回3里，實在本人佩服個。第一個番薯葡萄嘅順項就係後通嘅，亦係老地名。不過呢，喺幾十年以前，呢片已經改名做一線田嘅。活動嚇，將伊就開實股，我講嘅一個景觀，天然景觀，冇錯。配合嘅五指山，然後嘅坡河，冇錯，今日做嘅講到嘅《西遊記》。對啦，《西遊記》嗰隻猴啊，孫悟空，孫悟空，因為合到嘅五指山大俠，啊，點樣嚟出嚟？蹦出嚟呢？蹦出來啊！蹦出來是那隻猴洞蹦出來呀！冇錯啦，哎呦，故事講起來啊！還有很多游東啊，用它吸引人，會讓你想。係啊，係冇？你鋪幾多年？希望你都得穩賺。係啊。後通嘅地名就係因為《西遊記》來嘅，在地嘅村民都希望做得恢復頭擺嘅老地名，本五指山更加完整，更加有故事性。游東啊吼，游嘅吼都唔敢寬咧啦吼。因為啊吼，清等你下呢小戴啊吼，出寵物高斗型，還有俺哋嘅專業攝影師呢，會去探險一下游東，會蹦出來的地方。來，大機器、小機器，我們現在交換一下啦。為什麼要換小機器啊？因為很窄啦，而且我們呢峰哥呢很寬，所以他進不去。而且我們扛機器啊，有沒有？所以這個很細的一條地方呢，它進不去，所以我們要換小機器，好不好？天涯行嘅要游東哦，喂。哇塞，這邊很陡啊，真頂啊！還有看某千發，哇，左右兩邊夾平下呢吼，冇累啊，吼，這唔停要比很強誒，有一張條縫，係清涼嘅縫哦，很強誒。cái蛋糕這個個太沙條啊，吼蓋住哎呦，哇，原來冇錢發哦，做啲開沙邊開上去啊，冇辦法啦，太滑了，來，哎呀吼，精神期啊吼，盤工一行了以後，要看到乜個景色，好，今晚落去，喘嗎？有喘啊！攝影師也在喘了，哇！我的天哪，都累了，跳起來吼，行個游東啊吼，個細條啊吼，夾胸下吼，個壓迫感啊吼，非常的重，呀吼，行到倆骨頭，真嘅有吃到可以用誒。按特別嘅體型係自然形成嘅美景。
实在本人懊恼太次热嘅神奇。阿吉所讲，头摆开番薯来到后通，都会推一片财山风，再加上热附近有3000水，都好做得止渴。歇困一下，再继续向上飞行。番薯古道来回一转嘅总路程，大约有几下公里哟。这样往上看就有那种很隐秘的感觉。哇，这如来佛祖啊，哈，很跟孙悟空把这个孙悟空压在五指山底下，这些两片的。古说啊，吼，安尼好好给骆驼摆的命，后东。今日番薯古道还有后通普陀的体验，就行到了为止。因为在向前行呢，就唔係番薯古道嘅路線呢。啲下山嘅時節，當有精神嘅阿吉叔嚟đến大家呢，愛行另外一條嘅親子普陀，講天足呢，愛嚟收嘅五指山鄉最強嘅風景。哇，可以用的啦，阿 King， 醬冇？有哦，有醬哦。哎呀，還有觀眾朋友看一下呢片，嘿，哦，要蛋糕，你看。太沙表，你下呢？俺那个所在位置呢，只个五指山啦吼，个食指的带下迄嘛个呢，所以观众朋友看到那个太沙表，嘿，冇错，阿健你看那个片有讲冇？电影讲啊吼，个3台叠翠，冇了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哎呀，5台叠翠啊。还有那个永泰国啊吼，哦，个条件也有同来讲啊，小戴啊，老人讲啊，个蒙沙烟的世界啊，吼，台风以后啊，吼，强烈的世界啊，做得看到哪一位你点哦？该只方向，台湾海峡，看起越南点嘛？我该进行请讲啊！平常时呢，来青蒿做嘛该呢？这个攀岩去沙表，底下有沙表的，排队哦，你可以哈，好，拜拜。哦，小心哦！谁要危险？蛋糕有空啊，慢慢行过去。是哪一条的啊？等一下，可以。哎呦，平常有在攀岩。呵呵，大家员啊，唔正经係過冬兒呢。各位鄉親啊，家員係要經過刻實嘅訓練，才做得安樣嘅示範冇。建議大家呢，千萬唔安樣做，用目睭看就好咧。cái刻沙表的时间哈，靠迄嘛个靠这个摩擦力啊哈，故说你看俺个脚跟哦向下的时间啊哈，个接触面积啊就很大，所以个摩擦力就很大。轻胎，故说就这个往上爬有，好，哦，可能冇办法嘞，好，好嘞，转移，来稍微开到轻狗，今天冇办法，来，我要滑下去喽。转来了，屁股也烧起来。今日从古高到前，番薯古道嘅小街就會到了來結束了。一條已經荒廢嘅番薯古道，係當年五指山嘅先民向田長梯撒網打餅嘅一段生活經驗。因為資料上嘅記載唔係清楚，而係一段歷史嘅人嚟親身。喺我捱到今日嘅小街，喺一擺大家有機會來到五指山鐵山健行嘅時節，冇唔記得是有一條路，是有一群先民喺那邊撒網生活咯。